请揭牌。哇，帮忙一下，对，来，相信一下，哇，我们相信我们勤劳会馆及新建造中心，未来我们一定可以替我们海线地区提供最好的服务能量。那我们今天哦，咱这福建青年协进会。 因为因有这栋大楼了的时阵因为这是旧的就对啦，我为着要照顾永久照顾这相关这长者有关的人所以讲因需要将这旧的迄个建筑物做一个装潢甲改善所以讲因透过咱副局长走去台北找阮这个。 常务委员王瑞宇，甲迄个总经理林善志，阮王常委知影这个消息的时阵他们有第二计划，就还这个535万来将而且这台机整理好。咱今仔看到讲这个设备内底面整修甲遮尔水，遮尔好，确实一个很好的一个新据点对。装修是一大笔经费，那后来我们有拜托我们县政府也有补助200多万，但是还欠缺600-700万对的一个经费之下，那后来我就是来向台塑企业我们总管理处林善志总经理，然后再找王瑞宇常委，那他知道之后，他就是二话不说就由那个勤劳他们台塑企业底下的勤劳基金会投入捐助金额535万1000元，然后今天终于这个落成。新街这个所在，再来成立第2间这个日间照顾中心。过去咱这个福建青年协进会，伊对着咱弱势朋友，甲咱这个身障朋友甲咱这个独居的老人一直有咧对咱长期照顾这个服务部分提供伊这个量能高达678户的安尼一个服务的户数，会使讲对着咱沿海地区、北港地区遮的这个居民，咱遮的乡亲有真大的这个帮助。这次第2间的这个日间照顾中心，过来来落成。咱感谢咱台塑企业甲咱副局长咱广府这边遮来共同来协助这间这个落成乡镇扩充我们服务的新能量，让沿海长辈能够来这里休闲安养，使这个社区成为友善、有爱、有关怀的温暖社区。在这个勤劳会馆，我们有4层楼，第1楼是开放式的日间照顾据点，我们很欢迎社区里面的长辈们有空能够过来坐坐。那边有一个。